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夢維養髮家琪姐。好多人問我點解一停咗產品呢3個月以上呢，頭髮就會慢慢又變翻之前咁白，以為有依賴性。呢個錯誤嘅觀念呢，我今日就要同大家分析下。只不過係你個頭髮翻你原本個狀態啫。你諗下，有乜嘢可以管一世？皮係要日日搽先會閃亮，飯要餐餐食先會飽，保養從嚟都冇例外。每日起身洗面、護膚、刷牙，你話刷牙算唔算依賴？唔用牙膏刷牙同用牙膏刷牙，結果點會一樣呢？養髮就好似用護膚品一樣，根本係生活嘅必需品，唔好諗得太複雜。所以年紀越大咧，為咗保持年輕嘅狀態，一定要堅持不斷嘅運動加埋保養，堅持落去咧，你就算你去到80歲，你依然可以滿頭黑髮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